谢老师盐水。盐水永城戏院办活动。还有书法家现场挥毫哦。下礼拜三人家要来这里拍片呢。下礼拜六、礼拜天，影展，谢谢。好，那个写书法那边继续写书法哈，然后我们这边继续他们的月经感的诗文学哈，然后下一首窗屏，天龙斗气金包银，土瘠竹编碧鱼鳞，五江繁华声落尽，南营使街奏新音，开窗招手绿风劲。露丝中庭者绿衣，主角老翁歌喜讯，彩蝶探花满园春。哦，赞，哇，好。46老师啊，这个川平啊，川平主要就是伊迄阵啊老爹参加咱台湾关一个主角比赛，主角建筑的时候，那里面有写到角落，因为这个角落伊的比赛是讲，你这个角落原底足阿早袂清气，你甲整理甲古典人讲有色有香，来去参加比赛。像咱参加比赛，这个主角叫台湾馆第3名，第3名。所以即摆咱开始，当然我要写这首诗，我总袂当讲无遐背景资料，无咱爱先为有诶物件先写起，较来显出迄个有变心的状况。所以我第一句就是天龙斗气金包银，这就是咱一般你去后壁看，天龙的天龙传，也是叫做天龙针。迄个是针啊，一个四角，迄个细的针啊，叫做天龙针。斗气呢，斗气就是空心针。斗气伊个有大斗气、小斗气。你像咱理长的你平时边仔遐小斗气，较细个空心针。斗气砖伊另外一个名叫做金包银。金包银，啥叫做金包银？因为古早时代迄个阿嬷有咱一寡迄个英才好啦，上较好的物件伊会藏当顶伊个是空心针，伊会甲藏当内底，甲藏当迄个空心针的内底。所以另外一个名，人讲迄叫做阿嬷的西徛钱。阿嬷的西徛钱，就是叫做金包银，嘛是叫做斗气。斗气伊个条一般的条法拢是钉，边的钉，一木目睭的目，一横一竖，安尼贴起来，安做在。斗气砖内底有当时为着要互较把边有咱放一寡舌头啦、喙舌啦、喙头啦，放入来安尼较把边。这第一句我简单介绍者，来土瘠竹编碧鱼鳞，土瘠的土角，土角是土角。咱即摆即个角，一日咧写完，较早拢用一日少一日，迄个土角迄个角，用即个土瘠竹编，这边仔字，这边仔字大家拢知嘛，所以我毋免介绍足济啦吼。碧鱼鳞，碧鱼鳞甲倒边讲起来就是鱼鳞碧，因为土角厝的山墙吼，咱一般讲山墙就是安尼，厝的边仔安尼即个。土角一块一块扛起来，为着要保护土角放起落风吹雨打，所以用即个绳
有方形的、四方形的凹，鱼咱用竹钉为中间钉入去即个土角做点，来保护即个土角。所以，迄个鱼咱像一领衫，甲穿到即个土角的边啊，来甲保护。所以，另外夷陵璧，另外一个名叫做青霞衫，穿华衫。先讲老街我有名。五江黄华深若镜，老街即摆已经迄个算无较早遐尔哪欢迎啊，算无较早遐尔哪闹咧，所以叫五江黄华深若镜。啊，咱讲五江吼，我搁甲大家学习一下啦，有高、过高、藤高、米高，干嘛点这个啊？开川招手会，南引蜀街做新音。虽然五家黄华深若镜，但是咱即摆呢，咱老街已经开始都有咧整理，都有咧整理，所以叫做做新音。咱总唔通写讲老街佫开始整理做水的，造新音就是新的物件，咱用新的物件来从旧的物件来甲开川招手会风劲，牧师中庭泽丽云，就是因为整理了真水。咱开窗仔起来，伊有一个窗庭嘛，伊名叫窗庭。开窗起来，会风当然是和风也好，好风也好，智慧的风也好，啥物风拢好袂起来。总讲是就是好风啊。牧师中庭泽丽云，当然会使时落水当伫咱中。迄个窗庭内底，足水的，这个真是。主角老翁歌喜庆，迄个窗庭遐有足侪翁啊。其实我即句话的意思，他下底彩蝶探花满园春，主角老翁歌喜庆，因为因得到第3名，所以含老翁就是那像老翁同款意思，伊拍拍拍，真好，出国比赛得冠军回来啊，真好。彩蝶探花满园春，第3名是啥？是放玫瑰，状元贡眼放玫瑰。所以你若讲用第3名写出来，是，你就用探花，然后彩蝶来探花。表示咱这个窗庭比台湾馆得到第3。OK， 这样可以了。石敢当，唐朝近几年，叶梦将军郎，纵欲顺校长，天生神力强，旗鼓驱邪障，正理气刚风扬。后人立碑状，泰山石敢当。这个石敢当啦，台语讲石敢当。石敢当实在是唔知影要写啥，因为石敢当就是辟邪嘛。火枪辟邪，也是伫咱的这个厝的四面八方四角，放一个这个唔好的物件。但是我有去找一个这个石敢当的传说啦，大家拢听，这是一个故事啦。这个唐朝有一个进节的意思，就是讲伊手腕，伊真算节操真好的，有一个这个查某人啦，叶梦将军啦，伊暗时咧困的时阵，较会去办着一个将军啦，伊的身边啦。这个将军这等一下我来讲，这个将军拄啊姓triệu，纵意顺校长。纵意蓝田纵意的意思就是生查甫的，对不对？意思就是安尼。迄个查甫囡仔叫做名叫做顺孝。顺孝。伊长大了，
一句话，当由细汉出世，讲到大汉长大吼，几年啊吼，敢咱讲的吼，几年啊吼，无简单吼。伊吼天生神力强，从来都有一摆好个好啦吼，来咧教人伊群虎齐学长，天生就是这种人啦，正气刚风，刚风为正气的风。刚，迄个刚嘛会当讲阳刚，迄个刚风阳，后人立碑传。咱后人吼，咱后代人伊就要甲感念讲，伊即个囡仔安尼真勇敢，安怎甲立碑啦。泰山石敢当，我用泰山石敢当做行会的行。午夜泰山行，泰山之首。那么泰山的石敢当那是最大的啦。所以，这边就简单讲一个故事，互大家了解一下，传传。那一般的石敢当都比较大一点，这个是我们那个幼稚国小的小朋友那个故意当比例尺的，跟练舞的呀哈。桥南关怀据点，关怀据点爱播种，结果开花靠施工。奇树欢聚同心动，天南地北查一中，健康仪器请操动，卡拉 OK 望春风，法式孤老温情寿，贺年收寿日冬中。这个家己关系啊，吼，英文卡拉 OK 啥啊拢出来，但是我认为讲，咱即摆咧做戏，无一定爱照古早时代吼，一年就安尼一种时代。这我念过好，因为这个看了啥意思关怀据点爱播种，爱去播种，甲有法度实现。结果开花克己感，事实拢爱靠这个时间。咱办一个啥物会，拢爱这个时间啊。奇树欢聚同心动，拢我来相信一寡较有年岁的前辈，大家做伙伫遐天南地北，因一个天南地北开讲一个，遐有一寡健康器材啦，咧庙会啊，啥物会拢整个一个情操咯。卡拉 OK 万春风，有当时咱喊一块仔歌，对身体也挺好。人家都有做啥物人嘛，师傅啦，温习中，咱遮个咱咧顾父老人，咱以后风气一个，贺人松寿入生哦。我希望大家拢会当食饱。OK。希望大家都可以年年益寿。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打造我们年所为一个宜居哈，一个可以乐龄的宜居哈。可以在地安老一个好地方大和行干妈店，跟蔡先生比较好。大和行干妈店，干椒挥泪与清明，独留大河盼彩云。七世门前生节气，只身檐下饮滴滴。最新文物不停息，触到激情打火机。屋脊森坡映城市，桥南老店迎新城。大和行干妈店头家吼，蔡先生，即摆坐袂坐我要写这首诗的时阵，我有去甲拜访过，我有哪希望，因为内底我有用着伊，比如讲，咱由头仔开始讲干椒灰类，干椒以为与妻，独留大河盼彩。因为老家即摆已经拢没落啊，生意拢无啊，没到拢无。拄啊，唯独还佫大河干妈店，伊还佫一个遐。爱算干妈店，所以我才会写干椒。尼干妈店即个干妈店即个干妈吼，还无定论啊。德名德，或者是干什么的干，或是德名德，或是当干边的干，
七世连前生己己，七世起财米油盐酱醋醋茶，对不对？我意思是讲，造成个无生命嘛，七世连前生己己。虽然伊一间干仔店无生意，即个头家带人生，迄阵我要写即句就无理解讲，安尼敢会使啊？安尼敢做歹势？资深言下，咱像做车辆的，咱就生意做歹安尼就对啦。事实今仔就已经用咱头家就无较早遐尔啊欢迎。最新文路不停息，穴道继承拿火机。这个蔡先生伊对这个古早时代文本想足济啦。恁若有兴趣去因兜，伊会甲你介绍啥物铅笔啦，日本时代一寡信件啦、书契啦，尤其尾伊这个打火机甲抢得出来。你若去到地真正。惊死人咧！打火机啥物形体？啥物？无解声波音称时，桥人老店迎新。我意思就是讲，这个蔡先生因厝后有一个古井，古井伊迄砖是四角，伊迄小块的弧度，小块的效果。写这无解声波音称时的意思，就是讲，探心咱桥人老家拢伊个社区在营造。我希望伊会当生理个好起来。所以咱桥人老店云新，那么讲桥人老店生理好起来，这个正门出真歹听嘞所以咱爱写较水，安尼个写过，安尼听有无？好，来，好。桥南老街的北地店。图风悟道转法轮，三尺清风断魔分，降伏威蛇成威震，武当一夜吐月经，四方信众焚相近，旗海排林义正群，北地殿门双龙阵，开心尊者下红尘。对这个很强的，这大家拢知。伊原底就是一个台币的。爱得到了后，转化的意思就是讲开始讲道了。像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开始转化？这话等来就是讲，那像我今仔日遮讲道开始咧等。伊较熟悉的所在是安怎呢？伊就是有一日江边啦，拄着一个和尚。看这个和尚咧吼，伊讲：讲你阿妈你是咧吼啥物意思？这个和尚讲：头打死一只狗一样无安尼杀生这个跟着上帝讲：打死一只狗一样，就安尼吼讲安杀生我一个狗唔开比开遮济，我这毋着做结做工伊怎随转去到厝将。海底的刀举来到江边破，我甲你破开。所以伊的长伊的刀，然后走入去干，迄个大海就。尾仔个呢，伊怎因为迄点尔，伊怎成佛？所以一认为善，一认为恶，就是这样。伊先得了，结果伊的长伊的刀，煞变做啥呢？一只龟，一只蛇，伊迄个海内底兴风作浪。兴风作浪咱先界就讲这你的物件，你也收。伊要去收的时阵，佫有真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伊无剑，伊怎去如同兵节？去如同兵节去剑。我来含糊伊即个古含厝，所以咱即摆看到了先天上帝，正骹应该正骹大蛇，倒骹大乌。伊迄支剑是咱掠条条，因为伊感觉一支剑足好用，伊无爱远距离。暗时咧讲，听讲因咱掠，
这是传说，如同迄两课有来。即摆来咱讲到，降伏龟蛇神为正，当一夜度夜经，因为咱这间北帝殿，这个现在上的是为武当山，迄阵啊伊遐请，所以一夜当然是一阵啊，咱用一夜较水啦吼，度夜经来到人间，诸番信众焚香敬。旗海排林义正群，当然赢来时阵，四方的信众，这四番吼，这我先煞甲恁解说者。四番吼，因为咱伫北帝殿内底，伊有一个牌匾叫正南四季，四境就对了，定南、引南、引就坐定南四。四方哦，四境就是指做草店尾、德位仔尾、观音殿、搁桥南，这就是四境。意思就是讲，咱北帝殿有关这四境。哦，地地殿名是双门阵，这较一般的门拢是迄个门嘛。哦，迄个两个将军伫遐，会迄个御节啊，会哦。伊遮北帝殿是唔会天龙甲这听讲是较早老里长、杨里长，因含一寡咱老辈人想出。北帝殿内底佫有一个较富有的所在，就是过24节气。你若去内底看卖24节气哦，开心尊者下红尘，怎样开心尊者？因为先天上帝因为破法，所以叫做开心。所以咱先代甲合作另外一个道号叫做开心尊者。这有地句。开心尊者。这就讲到这。我顺便，因为刚刚讲到这边哈，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件还蛮感人的一个故事哈。第一点，应该咱在地拢知影，这个地对倒来哈，就是跟刚刚那个谢老师伊讲，伊底下的那个桥南咖啡16号，就12、16给地主那个苏先生他们哈，这个地是当初引灌出来，爸爸一早做无遐。就黑瓦的，然后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哈，有一次，然后就跟那个他现在目前在美国了哈，然后有联络上，然后伊刚我去伊那所那遐哈，对巴掌对面那，那讲吼，这个阿哥啊，就是苏先生，在美国的苏先生，因当初伊爸爸做 OK 就是请做一个长工嘛哈，长工哈，长工。伊到近每一年哈，他大会过年的时候，他还会寄红包回来，给这个时代可以好一再等感。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我自己觉得啊，就是那个就是不忘情哈，然后一直感恩的那个心哈，然后我觉得说非常的感动哈。这北一点就是插一下嘴，让我讲这个故事。谢谢。兴隆。兴隆醉月，乐词缓念伴西湖，月桥兴隆笑相呼，歌吹微风汉如雨，蛙鸣迎客有鸿儒，波光翠影无声数，柳情花开山水图，游子终会别故土，流觞敬酒醉一壶。兴隆醉月跟着咱头仔要讲。盐水花景吼，船家顺咱这个兴隆桥，月池桥。所以我想想吼，当然我安怎写写袂赢较早遐人吼，我想讲有感而发，我来写一个。这个月池晚面半溪，这个咱拢知影板面嘛。板面即摆敢要有人，还佫有人咧板面。有吼。我咱捌写讲吼，伊中红啊，是佫
叶池往面，方面，咱这怎么水要办小溪，要那水。所以讲第一个意思六桥兴隆笑相呼，这个西湖六座桥啦。咱兴隆桥一座，但是咱兴隆桥，咱满面了后，水的精明会降下。西湖的六桥笑相呼，两个人互相来叫，那么你较水哦，我较水哦，安尼意思是安尼。歌翠，歌翠微风汉无语。歌翠微风的意思就是讲，风吹啦，风三月啦，迄个出来，歌翠其实就是名词，风，变成风。微风汉无语，咱伫遐即个大家流汗，较早有一句古话，歌翠微风，粉汉为友。粉汉为友的意思，刚刚就是在讲女孩子。花林迎客了红雨，当然，咱头有讲到夜市花林，遮迄个四脚大家伫遐咧叫，其实伊是咧光明人客。这种呢，风雨，书生，遮有铁人，再来波光翠云不胜数，就是讲咱清水公园即摆整理甲哇真水，波光翠云不胜数，柳情花带山水，那山水，游子终回陪故人，游山敬酒醉玉。即摆伫外口的游子，以前游伙我迄阵放几只，即摆遮整理遮就那水，伊心情无好呢，所以呢游山敬酒醉玉，有人啉酒啦，来解忧愁啦，以解思乡之苦啦。这游山当然，这有一个小典故，溪水流觞嘛，这应该大家知影。溪水流觞就是兰亭序内底，兰亭序内底，迄个水啊往杯啊放水落楼，到你遮，你就来做一首诗，你若无做，杯叫做溪水流觞。OK。赞。单车游行者，吴老师。不。还是我来就好了。眼中还小姐如丝，衣上云多知柳。铁马轻骑寻旧事，闻风吹送水月词。骚人墨客情明志，词得邓英填古词。赤兔期盼残君出，花影绿意独相思。这首以咱现实生活来讲我较可能讲有其这时较早骑脚踏车骑伫清水公园那么踅到往波岸但是这些有时就是安尼。迄个第一首第一句就讲，眼中还小，对衣裳云多。透早的时候，咱看清水公园，其实咱目睭看伫即个海，伫咱的目睭内咱做事，其实心胸是足大。这句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安尼。衣上云多知柳丝，伊早时我骑脚踏车，风雨也有，边仔有柳树，柳跟云，我把它织成一件衣服，好像外套一样穿在身上。这就是无病呻吟，但是咱写诗还是要水。眼中还小，仅如丝，衣上云多知柳丝。铁马我嘛甲你讲，咱即摆讲法，铁马轻骑寻旧时。我伫迄个清水公园，较早做者水景内底发生，咱遮迄个寻旧时。
文风吹送水月池，文风较早文风很盛，较早咱江水有月经银色，黄金川两层，啊是因为到位两层，无较早足侪文人啊吼，少年墨客麒麟寺，值得欢迎。值得换音人换音。较早就是文人墨客做侪，少年墨客就是指有学问一寡会做诗的人，值得换音天主词呢？值得是一样嘛？值得相信，值得相信。下晡时啊，即摆已经吃来到下晡时啊，伊开始就换背，咱咧讲有教咧讲念经就是换背诵。音调出来，咱对迄个音调，咱来甲听，咱会自落去。这个想一个，家己那像这一种气氛啦，赤子情盼禅间出，因为遐有迄个出土翻译的经，在里面了。但是即摆无伊啊，这个赤子呢，一直咧教，遐咧期盼这个。婵娟就是那是月亮，那是月亮，婵娟出，花影绿荫不相似。但是你虽然伊遐咧期盼，但是结果你是相思尔，会当相思。花影绿荫不相似，所以这个到尾暗时啊，所以我咧讲写诗，然后无病呻吟哦，伊会知影，我较有可能写到写到。吴老师好像那我就自己来了。这个八角楼，八风不动夜莲处，小底真选长野。罗阁花厅三进红宫黑子五影空。月夕已开青鸾手，不见碑文正始终。沧海桑田弹指梦，前尘易事笑谈中。这背刚老